我嘅工作經常需要輪班，一時返早，一時返夜，日夜顛倒。去到外國又會經常遇到 jet lag，搞到瞓無定時。放假嘅時候都一樣瞓得唔好，容易失眠，成個生活都亂晒。試過食中式保健品啦，諗住可以改善問題，又唔怕有副作用，但係效果真係比較慢，對我嚟講真係幫唔到手啊！直至同朋友傾開失眠問題，佢極力推介我食 Whole Love Med 心之水。愛完全醫學系列心之水擁有2大專利成分，專利香蜂草、專利芝麻素，更加入天然安睡草本，幫我全效改善睡眠質素。芝麻素好珍貴，一粒芝麻只有0.2至0.5% 芝麻素。芝麻營養豐富，可以補充身體所需睡眠因子，改善睡眠質素，護肝抗氧化。香蜂草有助改善焦慮及壓力失眠，提升集中力及記憶力，有效快速入睡、深睡熟睡，鎮靜舒壓，對抗焦慮，護肝抗氧，擊退黑眼圈。真人實證，30分鐘入睡，增深層睡眠122%， 98% 用家認同縮短入睡時間，96% 認同日間更專注、更精神。黑醋栗雙效明目退倦用，褪黑素就有效快速入眠。食用方法非常簡單，只要臨瞓前30分鐘以溫水送服就可以啦。食咗一段時間，睡眠規律已經變得更穩定，仲好快可以調節到 jet lag， 唔止夜晚瞓得冧，起身後感覺更精神，消減倦容，連面色都好咗啊！Whole Love Med 心之水喺萬寧就買到啦，而家仲有限時優惠，第2件半價，萬寧門店網店同步價，你哋都快啲入手啦！